當我哋思想耶穌嘅受難，唔應該只係停留喺佢所承受嘅痛苦，更要睇到佢為世人捨命嘅愛。耶穌喺十字架上講到成了，呢個唔只係佢生命嘅終結，而係救贖工作嘅成全。佢為我哋背負罪債，流出寶血，使萬民得以進入神嘅恩典。然而，耶穌嘅受難也向我哋發出呼召，佢嘅犧牲唔係只為某一族群，而係為普世。十字架嘅愛跨越文化、語言和國界，推動我哋去到未得之民中見證佢嘅救恩。宣教唔係信仰生命中可有可無嘅附加，而係十字架嘅延伸，係基督愛嘅必然結果。今天當我哋紀念耶穌嘅受難，就要問自己：我係咪願意背起自己嘅十字架，走進嗰啲仲未聽見福音嘅人群？佢嘅傷痕提醒我哋，宣教嘅道路可能伴隨犧牲，但亦充滿盼望。因為十字架之後係復活嘅榮耀，喺宣教嘅勞苦之後就係萬民歸主嘅喜樂。讓我哋以耶穌嘅受難為激勵，將佢嘅愛傳到地極，使更多嘅人因佢嘅十字架而得生命。如果想認識多啲差傳，歡迎你哋訂閱我哋嘅 channel。